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3只小猪。从前有3只小猪，老大叫做猪大哥，老二叫猪二哥，和老三猪小弟。有一天，妈妈对他们说：你们已经长大了，应该要独立生活，去盖一栋自己的房子吧。猪大哥听了，兴奋地说：好啊，我想要建一间最漂亮的房子。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梦想的光芒。猪二哥则有些犹豫地问：可是要怎么建呢？我们没有学过啊。猪小弟笑着说：别担心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，一起努力，一定能盖好。于是3只小猪开始了他们的建房子计划。猪大哥最不耐烦，他心里想着快点建好后可以去玩。于是他选择了用稻草来建房子，这样可以快点完成。他自言自语着，兴奋地开始动手。不久后，猪大哥的稻草房子就建好了。他看着自己的成果，得意地说：我的房子真可爱，快来看看啊。猪二哥看到猪大哥的房子，皱着眉头说：猪大哥，你这样太快了吧，到时候风一吹就垮掉了。我想要用木头建房子，这样比较稳固。于是猪二哥开始去找木头，慢慢地搭起了他的木屋。他把每一根木头都搭得很小心。猪小弟则静静地看着2个兄弟，然后说：我觉得用砖头建房子会更安全，这样不管风吹雨打都不怕。于是他开始努力收集砖头，日复一日地建起了他的砖房子。猪小弟每天都忙碌着，他的房子慢慢地从地面向上盖起来，变得越来越坚固。几天后，3只小猪的房子终于都盖好了。猪大哥在稻草房里得意地说：我家的房子最可爱，快来看看吧。猪二哥则在木屋里说：我的木屋看起来也不错哦。猪小弟则微笑着说：你们的房子虽然漂亮，但不一定安全哦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灰狼来了。他看见了3只小猪，口水直流，心里想：我要吃掉这3只小猪。于是他来到猪大哥的稻草房前，狠狠地敲了敲门：小猪，小猪，快开门，让我进去。猪大哥紧张地说：不行，你是坏狼，不可以进来。他心跳得很快，渴望着安全的感觉。大灰狼冷冷一笑：那我就要把你的小房子吹倒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稻草房子一吹，咻！
稻草房子立刻倒了下来。猪大哥惊慌地逃到了猪二哥的木屋。快开门！猪大哥尖叫，心里充满了恐惧。猪二哥赶紧把门打开，让猪大哥进来，然后迅速把门关紧，说：不要怕，我们在一起就一定能安全。可是大灰狼又来了。小猪，小猪，快开门，让我进去。猪二哥也很害怕，但坚定地说：不行，你会吃掉我们的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他努力让自己听起来更坚强。大灰狼又冷冷一笑：那我就要把你们的木屋也吹倒。他再一次深吸气，然后对着木屋一吹，咻！木屋也随着倒了下来。两只小猪惊慌失措，赶快跑到猪小弟的砖房子里。猪小弟，快开门！两只小猪急急地说。猪小弟让他们进来后说：没问题，我们一定会安全的。于是他们一起把门关好，紧紧地靠在一起，心中希望这一切能平安度过。大灰狼来到猪小弟的砖房子前，生气地敲了敲门：小猪，小猪，快开门，让我进去。猪小弟勇敢地说：不行，你是坏狼，我们不会让你进来的。他的心里虽然有些害怕，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坚强。大灰狼气得咬牙切齿说：那我就要把你们的砖房子也吹倒。他再一次深吸一口气，准备用力一吹，却怎么也吹不倒。无论大灰狼多么努力，砖房子依然稳稳地立在那里。咦，怎么会这样？大灰狼惊讶地问。猪小弟微笑着说：因为我的砖房子很坚固啊，根本不怕你。大灰狼怒火中烧，继续努力地吹，但就是没办法把砖房子吹倒。他心中暗想：这样不行，我需要一个新的办法。突然，他发现猪小弟的砖房子有烟囱，心里想到：嘿，我可以从烟囱进来。于是他开始爬上屋顶，准备从烟囱下来。猪小弟看到大灰狼的计划，立刻对猪大哥和猪二哥说：不要担心，我有办法，我来煮一壶热水。说完，猪小弟开始在炉子上煮一锅沸腾的水。不久后，猪小弟把滚烫的热水放在烟囱下，然后静静地等着。当大灰狼顺着烟囱爬进来时，刚好掉进了那壶热水里，发出一声尖叫：哎呀，好烫啊！他立刻跳了出来，四处乱窜，痛苦地逃回了森林里。
3只小猪看到大灰狼逃跑了，兴奋地欢呼起来：太好喽！我们赶走大灰狼了！猪大哥拍拍猪小弟的肩膀，笑着说：猪小弟，还好你盖了一个坚固的房子，我们不应该偷懒的，应该学你认真盖房子，盖砖头屋才对。猪二哥点点头，补充说：对啊，以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，这样才不会再遇到这样的危险。受到教训的大灰狼再也不敢来骚扰他们了。3只小猪之后安安心心地过着快乐的生活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做事情要认真，不可以偷懒，要一步一脚印地去做。想要得到好东西，首先要付出努力。还有，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也应该保持冷静，仔细思考可行的解决方案，这样就能找到办法去解决问题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